这个案件嘛，引起大家咧讨论校园安全的问题。教育部伫昨昏就邀请6都的老师、家长甲学生团体同齐开会。若是讲老师伫学校发现学生囡仔有炸危险的物件，也是有接到检举，即马是会使由学校指定人员找一个适当的所在，去甲学生囡仔敲册包甲敲身躯，也毋过专程拢爱录影。上紧伫2月份新的学期会当开始实施。当它不是一般的我用正向管教就可以处理的，我可能要一些强制力。教育团体陆续表达诉求，这是因为新北市一个国中3年学生囡仔伫校园互同学攻击死亡，提出各界关心全台湾的校园安全议题。这些特殊班级有学校观察后提报特殊班级的话，特殊的普通班，那试行增设一个副导师的制度。教育部邀集6都教师、家长甲学生团体召开校园安全咨询会，经过4点外钟，最后做出决议，爱明确界定特定学生的条件，譬如讲，亲像触犯刑法法律，互警方查到，还是有偏差行为，互警方发送学生偏差行为通知书等。校园的安全机制也会分做固定的加紧急检查，由学务处安排适当的场所来检查，保障稳输，而且所在过程爱全部录影。师长已经发现部分的学生是不是有这样的携带物件，或有同学发现察觉这样的状况，还是要有相关的知会，但是他不一定要用开会，还是要留下相关的录影跟检查的记录。针对各关怀学生的辅导，各中小的精细专业人力，后续也会建立中介教育的相关措施，各建立个案评估机制，整理出各县市有偌济资源。有些孩子如果从矫正学校回来，也许不适合即刻进到校园，能够有一个中介的基地啦。有一些已经有建制起来，但跟县市我们再来做一个盘点，再来做一个扩充，甚至是增加，再做一个建制。教育部嘛参考参加会议人员的意见，研究政策各中小的学务校安人力，讨论照各中小的班级编制，也有教职员的关键等内容。伫学务处清晰副组长的条件，希望校园安全网会当更较完备，相关的措施一定上紧今年2月就会当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